嗱，大家有冇曾經聽過一句咁嘅說話呢？就係為咗一棵樹放喺個森林啦。其實呢句說話從機會成本嘅角度去睇，未必一定啱㗎噃。嗱，或者我嚟試下睇一睇一個例子啦。嗱，假設一個嘅男同學，原來佢長大咗之後，哇，事業非常有成，同埋非常靚仔噶。好啊，咁結果呢就有好多女仔都願意嫁俾佢㗎噃。例如有 A 小姐啦、B 小姐同埋 C 小姐啦。咁為咗簡單起見，我哋用啲簡單啲嘅數字去代表翻呢度每個女仔嘅價值啦。喺呢個男同學嘅心目中 ，A 小姐係值10分嘅，而 B 小姐就係值8分，而 C 小姐就值6分啦。咁如果呢個男同學最後揀選咗 A 小姐為妻嘅話呢，咁到底佢嘅機會成本係乜嘢？你可唔可以話佢為咗呢棵樹係放棄咗個森林，即係放棄咗 B 小姐同埋 C 小姐呢？咁如果你讀過機會成本嘅定義就知道呢個講法係唔啱嘅，因為機會成本係指我哋最高價值放棄的選擇，英文即係指個 highest valued option forgone。咁亦即是你只可以話你為咗 A 小姐係放棄咗 B 同 C 裏邊最高價值嘅 B 嘅啫，呢個先就係你嘅機會成本，係你嘅放棄。好啦，咁亦即是你極其量只可以話你為咗呢一棵樹係放棄咗呢個森林裏面最好嗰棵樹嘅啫。好啦，咁亦即是下一次有同學同你講，佢話佢為咗一棵樹放喺個森林，咁你話俾佢聽，叫佢諗清楚啦，因為佢講呢句說話好大程度嚟到講係唔啱嘅。而家Sir乜唔係佢一定唔啱咩？點解你話佢好大程度係唔啱呢？哦，因為凡事原來有例外嘅，有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底下，你嘅同學佢咁樣講就會啱嘅。個情況例如好似咁啦，今次佢可能有兩個選擇，一就係原來揀一個嘅基督徒嘅女仔為妻，二就係揀回教徒為妻啦。阿Sir，揀基督徒同揀回教徒有咩分別啊？大家一定要知啦。原來回教呢係容許一個男人係娶4個老婆噶噃。好啊，咁結果原來今次又有4個回教徒願意嫁俾你，另外一個基督徒亦都願意嫁俾你。咁如果最後你揀選咗呢個基督徒嘅話，我想問下你啊，你嘅機會成本係咩呢？你可唔可以話放棄咗嗰4個回教徒嘅女仔裏邊最靚嗰個、最高分嗰個呢？原來唔啱噶，咁樣講，因為原來嗰4個回教徒你係可以一次過娶晒佢。既然係咁嘅話，嗰4個回教徒其實係當咗一個選擇嚟睇噶。你千祈唔好以為一個選擇裏邊一定係得一個女仔，因為今次呢4個女仔係可以一次過嫁俾你，所以我哋當佢係一個選擇嚟噶。亦即是今次你為咗娶呢個嘅基督徒，而係放棄咗娶呢4個回教徒，咁我哋就話你為咗一棵樹而係放棄咗一個森林啦。咁嘅情況底下，你講呢句說話，咁就為之啱嘅。